大家好，我係專營中西區房地產嘅 Cruz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係太古4條 A 入邊一個入場版嘅小戶型單位 Alasio。上次帶大家睇咗太古嘅屈賢，今次轉去門檻冇咁高，但地理位置反而最方便嘅另一條 A Alasio， 欣然坐落喺堅道100號，係蘇豪區嘅頂部，半山嘅起點，旺中帶直，有唔少新婚夫婦同年輕情侶就係為咗呢個位置而揀呢度。今次帶你睇嘅係中層私室，實用面積582尺，係大廈入邊嘅入場版戶型。不過呢個尺數放喺好多屋苑，其實已經係開2房半甚至3房嘅間隔。太古一直唔會夾硬開，係因為想將空間留翻俾住戶，所以呢隻2房單位喺市場一直都好搶手。睇翻單位間隔，2間睡房都方正實用，一個人住又得，一家3口住亦都夠使。同戶型高層單位試過做到1950萬成交，就算普通中層，當年入手都要1500萬，而且好多業主買咗都唔捨得賣。2016年買入之後就冇再放售，只係一直放租。我哋今次呢個中層私室都係同一個玩法，現時放租叫價45000蚊。如果你都對呢個屋苑有興趣，我整咗份欣然7月精選列表，入邊有齊呢個月放租同放賣嘅單位資料，留言 PL 我即刻 send 俾你。